老媽子點樣將星級廚師嘅鮑汁利用起身呢？簡單啦，跟我嚟。好，梗係整黑松露鮑魚火腩炆腐竹啦。哇，啲腐竹啊，徹底吸晒啲鮑汁，真係非常之可惜。鮑魚又爽滑彈啊，放假就食佢啦。第一步，用少量嘅油慢慢炸腐竹，一發開就即刻撈出嚟，一定要浸翻水啊。咁樣嘅腐竹口感好，味道好。嗱，浸到咁樣吸夠水就得啦。然後將佢切成一段段，我哋將啲燒肉焯一焯水，1分鐘就得啦。嗱，咁樣佢啲唔會有硬皮，而且熟嗰度浸。嗱，要傾翻乾啲水，將啲鮑魚單獨攞出嚟，分開鮑汁同鮑魚。6隻鮑魚一大兜汁噃，熱鑊冷油一滴油落去，將啲鮑汁倒晒落去。嗱，開少少就得噶啦，邊煮邊攪，鋪滿黑松露，睇得見係真材實料熬出嚟嘅。煮到咁樣就 OK 噶啦，將啲鮑汁倒晒出嚟備用。煲冷油，先直入啲薑先，直到啲薑起金邊之後，再放蒜後，蒜後都起金邊啦，就開始熄火砌腐竹啦。砌完腐竹就砌燒肉，最後砌埋啲鮑魚上去，然後將啲鮑汁淋上面，冚蓋焗佢2分鐘。哇，靚到，揾翻啲迷人嘅蔥花，咁啊大功告成啦，非常之可食，一定要試下呢個做法。喺度呢度，如果你都中意七姨嘅視頻，你係點讚關注支持下七姨啦，多謝點讚。